同大家介紹嘅係高宏遠2到3人單位設計案例啦，隨我一齊嚟睇睇點樣佈局先。櫃間房出邊設計到頂嘅收納櫃，整體咧就木白配色啦。轉角開放格設計可以擺啲飾品咯。客廳咧就做一組電視櫃啦，上有吊櫃，下有地櫃，中間就留翻電視機位咯，真係夠靚喎。跟住睇睇廳房先，入邊就做咗4乘6尺嘅台床啦，床尾就做咗到頂衣櫃，可以掛翻啲衫褲咯，整體都係好舒服嘅。入門右手邊櫃間房就細啲咯，房間雖小但應有盡有，3尺床啦、到頂櫃啦，都係設計咗嘅。好，去到廚房位，廚房入邊就做 L 型嘅地櫃啦、吊櫃啦，分段吊櫃設計就可以俾啲光線入嚟咯。浴室就鏡櫃一體咯，側邊嘅話都係有玻璃浴屏嘅，乾濕分離。好啦，睇做我哋嘅設計，覺得靚唔靚啦？有想做裝修或者家私可以 PM 我哋啦。